萬丈堆灰嘅阿林嘅工作狀態，網關俾人中意咗，跟住呢邊又上唔到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Benny。今日過咗嚟碧海銀灣睇我哋嘅一個智能嘅樣板間，咁就先帶大家去感受別墅究竟係點樣。出邊咧就係一個溫泉，咁入到嚟咧就係一個大廳，上邊係房間。成個別墅咧好適合去度假。嚟睇下我哋而家嘅智能大廳入邊嘅一個智能燈控、智能窗簾同空調嘅控制，燈光上邊亦做咗調光。咁我哋睇下做出嚟嘅效果係點樣。有好多朋友都問，如果我屋企斷咗網，智能家居會點樣？呢個樣板間就全部係處於斷網狀態，因為冇裝寬帶。咁智能家居仍然係可以處於工作狀態，包括我哋嘅回家、離家、明亮、柔和，你見到整個狀態係切換得好快，所以就算你屋企斷網，咁屋企入邊嘅智能家居仍然可以正常使用。如果大家對智能家居有興趣，特別係碧海銀灣嘅用戶想做智能，咁可以私信我哋。